大家好，歡迎嚟到19Talk，呢度用最直接嘅方式講香港女人嘅健康同養生秘訣。30歲後，胸部下垂係好多女仔嘅煩惱，想提升健康同自信。今日拆解女人30歲後胸部下垂問題，講下食啲乜嘢同點樣按摩改善健康提升。想知點樣保養到老？睇到尾啦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跟我一齊學下。點解下垂？30歲後嘅變化。點解30歲後胸部會下垂？原因有幾個。首先，皮膚彈性會隨年紀減弱。研究話30歲開始膠原蛋白流失，每年跌1%至2%，胸部皮膚同韌帶支持力自然差咗。其次，生完小朋友或者減肥太快，胸部脂肪同肌肉流失，形狀就變咗。仲有，香港女仔成日坐定定、駝背或者唔戴啱胸圍，姿勢差令胸部冇力支撐。好多30歲女試過減肥10磅，點知胸部縮水，彈性同自信要改善。19Talk YouTube 頻道由19Toys情趣保健專門店製作，我哋除咗講男人健康、保健養生同性健康風險之外，仲喺旺角 W 商場有門市，地址資料同營業時間都可以下面資訊位揾到。如果大家想揾保健嘢、玩具嘢，都可以直接過來，或者來網站睇睇，甚至 WhatsApp 我哋都得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頻道，就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啦。食豆腐同豆漿，植物雌激素夠彈性。食啲乜嘢改善胸部健康？第一招，豆腐同豆漿。呢啲係神奇食物，含植物雌激素、異黃酮，好似天然補充劑咁，提升皮膚彈性同活力。研究話每周食3次，約200克豆腐或者1杯豆漿，有助改善胸部支持力同線條。香港女仔平時飲茶叫碟豆腐花，或者早餐試無糖豆漿，簡單又改善靚樣，連皮膚都靚咗。食雞胸肉同魚，蛋白質助支撐。第二招，雞胸肉同魚。蛋白質係肌肉嘅救星，30歲後胸部下垂多數係肌肉支持力弱，食蛋白質可以改善。醫生話每日50克蛋白質，例如一嚿蒸雞胸肉或者半條三文魚，提升胸部線條同健康。香港女仔試下午餐食蒸魚，少油少鹽，改善活力又唔怕肥，胸部同身形一齊靚。食橙同奇異果，維他命 C 提彈性。第三招，橙同奇異果。維他命 C 係膠原蛋白嘅好朋友，30歲後膠原流失影響胸部彈性，食呢啲水果可以改善健康同提升。研究話每日100毫克維他命 C 就夠，一個橙或者2個奇異果搞掂。香港女仔放工買個橙剝嚟食，或者早餐加奇異果，改善胸部彈性仲有活力，靚女由內靚到外。點樣按摩？簡單提升法。點樣按摩改善提升？試下呢個簡單方法。每日洗澡後，用潤膚膏或者椰子油，雙手由下向上輕推胸部兩側，每邊30秒，改善血液循環同彈性。再加一招，雙手合十喺胸前用力壓10秒，重複10次，改善肌肉活力。香港女仔唔使去美容院，屋企改善健康好神奇。總結返，30歲後胸部下垂係正常，但改善健康有方法。食豆腐、雞胸肉、橙改善彈性同支持力，按摩改善循環同活力，提升胸部健康好簡單。想更快改善自信，19Toys有荷蘭卡比高 CC 天然豐胸產品，好多客人試過都有好評，話提升效果自然又放心。歡迎過嚟門市或者聯絡客服查詢，改善健康靚到老。覺得呢集知識有用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。想知更多女人秘訣，下集見。